貴州南10天自駕遊3黃果樹瀑布自駕遊支出。第7天，上集講到我哋參觀咗貴州3項世界級嘅偉大建設，包括天空之橋、中國天眼同埋花崗峽谷大橋。呢2日我哋會去玩貴州嘅自然景點，亦都係國家5星級嘅景點黃果樹瀑布。旅程開始前呢，我就冇好好咁做功課，以為安排1日遊黃果樹瀑布就夠。點知臨場仔細睇，先至知道黃果樹景區其實好大，要2日先至足夠。我臨時整理咗一個合理嘅旅遊攻略，我哋照住實踐，發覺係正確嘅。喺呢度先同大家分享攻略，然後再分享實際嘅旅遊經歷。黃果樹有3大景區，最重要嘅當然係大瀑布，而佢嘅下游有天星橋景區，上游有陡坡塘瀑布。遊大瀑布唔好單單去大瀑布打卡就算，最好亦都游水簾洞。而去游水簾洞係需要喺網上預約嘅，每日限額係1500人，所以最好預早幾日去 book， 當日去到先至 book， 多數會 book 唔到。遊天星橋景區分上半程同下半程嘅，睇小紅書呢，嗰啲攻略多數教我哋只係遊下半程。不過如果有時間，上下2個半程都遊就最好啦。畢竟門票係貴嘅，能夠圓滿咁遊呢就比較抵。陡坡塘瀑布相當寬闊，有睇頭，亦都係不容錯過嘅。有關買票，我哋喺網上嘅官方平台安旅通購票嘅。65歲以下要買成人門票160蚊，觀光車票50蚊，雙程扶梯票50蚊。觀光車票係必須嘅，因為3個景區之間距離好遠。扶梯票係上落大瀑布景區用嘅，我哋就想節省體力，所以就買咗。整個套票係260蚊，門票睇嚟好貴，但係安排係好人性化嘅，就係買票之後10天之內都可以多次入園，而觀光車票亦都係連續3天有效。換句話講，只要你有時間，你可以分幾日入場遊覽，一定可以玩晒3個景區。買票之後就可以預訂水簾洞，我哋係訂到明日嘅8點半。我哋今日嘅目標係去天星橋同埋陡坡塘2個景區。我哋嘅票係10點半進場嘅。咁我哋2台車喺10點鐘開車，我嘅車大約10點半到達遊客中心嘅地下停車場。呢個車場寬闊，好多車位。遊客中心建築物又大又新，大堂明亮。隊友同我哋聯繫話已經到咗遊客中心，但係冇位泊車，只係泊喺馬路邊。原來我哋2台車去咗唔同嘅遊客中心。後來知道黃果樹景區有3個遊客中心，我台車到達嘅係第1遊客中心，係新開嘅。李先生去嗰個係第2遊客中心，位於鎮區。其實仲有第3遊客中心。各位網友，如果你自己開車嚟黃果樹，可以去第1遊客中心停泊。第1遊客中心比較寬敞舒適。如果你唔係開車嚟，可以去第2遊客中心，嗰邊係比較旺，揾食、住宿、行街買嘢都比較方便。3個遊客中心之間有穿梭巴士來往。李先生夫婦就坐穿梭巴士嚟第1遊客中心同我哋會合。我哋入場，今次係我哋第1次入場，先辦理簡單手續，就係要出示身份證件同埋手機上面嘅入場證明，然後拍照記錄我哋嘅樣貌。之後入場同明日再次入場，同埋場裏邊坐觀光車、坐扶梯，全部用人面識別，唔使攞手機或者證件出嚟，非常方便。入場嘅時候，我哋嘅背囊係要過安檢嘅。呢度嘅職員非常細心，怕我哋回程嘅時候迷路去錯第2個遊客中心，就發咗呢張卡俾我哋，背面就指示我哋嘅車輛嘅所在地點。以上分享咗旅遊攻略，以下開始分享旅遊體驗。我哋入場之後有3個坐觀光車嘅入口，我哋先選搭去天星橋景區嘅車，10多分鐘就到達天星橋。我哋先玩上半程。行下，好快我哋進入咗一個湖。呢個湖唔算非常大，但係樹暗花明，十分清幽。行下，我哋發覺呢度好似迷宮，我哋冇辦法離開呢個湖。湖邊嘅步道近在咫尺，卻係可望而不可即。行咗10幾分鐘，終於要問保安人員：
佢教我哋留意地面，跟住日期行就可以啦。原來地面係有日期嘅，從1月1號起，我哋跟住行。終於走出迷宮，返去湖邊報到。我哋完成上半程嘅遊覽，喺麥當勞食午餐。我哋開始遊下半程。3點，我哋完成下半程嘅遊覽。我哋坐觀光車離開天星橋，前往陡坡塘景區。半小時之後，我哋到達陡坡塘。一入景區門口，好快就嚟到河邊，見到流水淙淙。沿住步道向前行，大概行10分鐘，已經見到瀑布。繼續前進，走到最近瀑布嘅平台。4點半，我哋就離開瀑布。我哋過橋，從河嘅另一邊離開。我哋坐觀光車去停車場攞車，然後去呢間貴風味餐廳食晚餐，完成今日嘅行程。影片稍停數秒。各位網友，如果你喜歡小鳳嘅製作，請點讚、訂閱同埋將影片分享俾你嘅親友啊！多謝。第8天，今朝7點就去食早餐。7點45分，我哋離開我哋住咗4晚嘅虹橋天瀑酒店，開車前往黃果樹景區。尋日我哋玩咗天星橋景區同埋陡坡塘瀑布2個景點。好戲在後頭，今日我哋要去睇大瀑布。我哋到達第1遊客中心，我哋用人面識別進入園區。我哋坐觀光車，今次揀去大瀑布景區嘅觀光車。15分鐘之後，我哋到達大瀑布景區。我哋去坐扶手電梯。
歡迎乘坐世界上最長嘅野外 A 型扶梯。總長有340米喎。我哋坐扶梯下降。未曾完，繼續坐。離開扶梯，我哋沿住呢條河前進。行咗5分鐘，開始見到瀑布啦。要從正面睇瀑布，我哋要沿棧道上山。我哋繼續行，朝水簾洞進發。越嚟越近瀑布啦！好啦，進洞啦。哇，真係好多水喎。係啊。其實隻水簾洞下，果然係水簾洞。佢冇做防漏咯，個頂。做咗啦。佢做咗個頂得收啊！日日咁大水沖落嚟，做咗1整年。我哋離開水簾洞啦。彩虹啊！我哋落山啦。我哋坐扶梯上返去景區出口，坐觀光車返到第一遊客中心，去停車場攞車離開。而家係中午12點半，啱啱完成黃果樹瀑布嘅遊覽。而家開車返回中山嘅屋企，車程係1160公里，預計要跑3日。今晚先去百色市停靠。開車340公里，大概要4個小時。我哋嘅車通過黃果樹收費站，跑上高速公路，停過4個服務區。5點40分到達百色市嘅安達曼酒店，我哋喺呢度住1晚，房費344蚊，包含早餐同埋一個指定嘅晚餐套餐。我對呢家酒店好有感情，1年前嘅廣西西線自駕遊嘅時候住過。上個月雲南旅程嘅回程時候又住過。今晚我哋嚟到酒店呢一家泰萬晚餐廳食晚餐。第9天，今朝我哋10點半開車向廣西嘅欽州進發，車程係345公里。下晝4點半到達欽州嘅維也納酒店。我哋事前嘅構思係會喺欽州停2晚，因為我哋喺黃果樹多停咗1日，所以欽州就要減1日。我哋仍然爭取時間喺呢度去睇一個景點——3敦公路，佢係被稱為廣西欽州最美嘅海上公路。
從地圖上睇，係一條伸出海面長達13公里嘅公路，應該好有趣。黃昏時分，我哋開車喺3噸公路上面來回跑咗一次，不過公路兩旁大部分都係大樹，阻擋咗海邊嘅風景。實際上並非好似想象中咁有趣，只有少過一半嘅路段可以睇見海景。我亦都有落車，穿過樹木去到海邊影相。6點半，我哋喺呢間潮州砂鍋粥食晚餐，係一頓豐富嘅海鮮餐。4個人埋單450蚊，之後返到酒店休息。第10天，我哋今日要趕路，直接開車返屋企，8點半就出發。途中停靠多個服務區，開車607公里，返到中山屋企已經係下晝5點。今次旅程總里程係2833公里，2個人10天自駕遊嘅支出如下：住宿9晚2655蚊，飲食1663蚊。景區門票以及觀光車793蚊，汽油1580蚊，路費1558蚊，雜項143蚊，總支出8391蚊。